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23號星期二，先嚟睇一組簡訊。當地時間今日凌晨，俄羅斯國防部喺 Telegram 上面話，兩架圖160戰略轟炸機喺巴倫支海同挪威海上空執行咗長達16個鐘頭嘅飛行任務，期間仲進行咗空中加油。俄羅斯方面話，今次飛行由米格31戰機護航，期間仲有外國戰機全程跟隨監視，但就冇透露具體係嚟自邊個國家。圖160係俄羅斯最有代表性嘅戰略轟炸機之一，具有核打擊嘅能力，亦都係而家全球速度最快、航程最遠嘅戰略轟炸機之一。黎巴嫩真主黨聲稱，以色列國防軍今日喺黎巴嫩南部納巴提耶附近向一班平民開火，違反咗停火協議。不過以色列國防軍就話，今次打擊嘅係一批靠近以軍陣地、構成直接威脅嘅真主黨武裝人員啦。以軍話喺確認目標之後，士兵隨即展開行動，仲強調將會繼續打擊任何威脅到以軍同埋以色列平民安全嘅目標。喺上個禮拜五，以色列先啱啱同伊朗支持嘅武裝組織真主黨達成咗停火協議。今日，阿曼同伊朗同意繼續討論霍爾木茲海峽未來嘅航運管理安排，當中包括海事服務同埋相關收費嘅問題。由路透社報導，兩國喺馬斯喀特會談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會成立聯合工作組，並會同海峽嘅沿岸國家展開進一步嘅磋商。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運輸通道之一，兩國強調將會根據國際法去保障航運安全，同時維護地區穩定同航行自由。美國中央司令部今日表示，兩架美國航母而家仍然喺中東執行任務，美軍會維持部署同保持高度戒備。呢兩架航母分別係布殊號航母同埋林肯號。中央司令部發布嘅最新相片顯示，布殊號正喺阿拉伯海航行。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亦都話，美國暫時唔會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封鎖，但係相關嘅軍事力量將會繼續留喺原地，以便喺有需要嘅時候可以迅速採取行動。跟住嚟睇美伊談判嘅最新進展，就係伊朗外交部否認美國副總統曼斯嘅講法，強調伊朗根本冇安排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核設施之後冇幾耐，特朗普總統親自出面反擊，直接駁斥咗伊朗嘅講法。特朗普今日一早連續發咗2條重磅嘅貼文，語氣係相當強硬。佢話，就算伊朗一再抗議，不斷發放一啲同事實不符嘅資訊，加上一啲假新聞鋪天蓋地咁樣宣傳，但係伊朗其實已經完全接受未來長期甚至係無限期嘅最高級別核查機制啊！特朗普仲強調，呢一個安排將會確保伊朗做到佢口入邊嘅核誠實，亦即係徹底接受國際社會嘅監督同驗證。緊接住嚟嘅一句話更加值得留意，特朗普話：如果伊朗唔答應呢一個條件，談判根本唔會繼續。換句話講啊，喺特朗普嘅認知入面，核查並唔係談判嘅結果，而係談判能唔能夠存在嘅前提。特朗普話，正正因為伊朗接受核查，並喺其他關鍵問題上面作出重大讓步，美國先同意維持霍爾木茲海峽嘅全面開放，停止進一步嘅海上封鎖。但係特朗普都留咗個伏筆，佢話美軍嘅艦艇並冇完全撤走，而係喺原地 stand by， 一旦局勢有變封鎖隨時可以重啟。呢一個舉動等於向德黑蘭傳遞一個信號，開放唔係無條件嘅獎賞，而係建立喺守約之上嘅安排。至於外界最關心嘅資金問題，特朗普話美方正喺度推動解凍部分伊朗嘅資金，但係呢一筆錢唔會直接交俾伊朗政府手上，而係會進入一個由美國監管嘅託管賬戶，用途亦都會被嚴格限制，只能夠用嚟買美國嘅民生物資，包括美國農民種出嚟嘅粟米、小麥同埋大豆。
咁喺呢一篇長文發出之後冇幾耐，特朗普又迅速發咗第二條貼文。今次咧佢拎數據嚟講嘢。特朗普話：琴日有1900萬桶石油流出霍爾木茲海峽，創咗歷史最高紀錄。油價正喺度大幅下跌，世界亦都變得安全得多啊！咁睇到呢度一個問題，自然會浮現咗出嚟。特朗普點解突然之間咁高調，而且仲要連續2次親自出面回應呢？答案好可能並唔係喺石油度，亦唔係完全喺核查嘅本身。咁到底係咩呢？喺為你進行詳細解釋之前，希望你點讚訂閱粵語快報。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為你帶嚟最新報導嘅重要動力。我哋繼續嚟分析特朗普今日點解會高調強硬咁回應伊朗。答案其實好簡單，就係美伊之間嘅戰場可能已經由霍爾木茲海峽嘅軍事對峙，靜靜雞轉咗去另一個戰場——輿論戰。過去幾個月，美伊談判一路都好似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幾乎每一次美方宣布有進展，伊朗方面即刻就會公開發表相反嘅講法。美國話協議達成，伊朗話冇；美國話有共識，伊朗又話條件未成熟。咁久而久之咧，外界眼前完全擺住2套完全相反嘅論述。長期追蹤談判嘅人或者見怪不怪，但係對一般嘅觀眾甚至部分嘅媒體嚟講，好容易就會俾人搞到一頭霧水。究竟邊一邊講嘅先係真呢？而家美國決定公開正面咁樣回擊呢一種做法，就喺琴日，美國副總統曼斯喺離開瑞士談判地點之前就話：如果伊朗未來繼續對外發布同實際談判內容唔符合嘅消息，美國就唔會再保持沉默。由總統特朗普本人到談判團體，再到美國政府，都將會對每一項錯誤嘅論述進行公開反駁啊！呢一句話非常之關鍵，代表美方呢一邊唔打算再俾談判台上面嘅分歧，淨係留喺談判台上面。咁過去美國可能選擇低調處理，避免俾外界睇到雙方嘅矛盾。但係而家美方似乎認為，如果伊朗想用輿論戰嚟稀釋談判嘅成果，美國就會公開嘅方式將美方嘅版本講清講楚啊！咁果然啊，曼斯發言咗之後冇幾耐，伊朗方面再次放出一啲唔同嘅信號。伊朗就話美國必須要先解凍資金，伊朗先會同意核查安排。之後又話解凍資金唔應該被限制用途，更加唔一定淨係用嚟購買美國嘅農產品啊！咁於是咧，今日特朗普接連發咗2條推文嘅真正意義就浮現咗出嚟啦。美國唔單止係純粹回應伊朗，而係喺呢一場談判嘅解釋權同主導權上面搶話語權啊！美方已經準備將輿論場納入呢一場博弈嘅一部分啦。跟住再嚟睇歐洲，最近真係熱到爆，一場罕見嘅熱浪正喺度橫掃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國家，唔少地方嘅氣温衝上40度，部分地區甚至達到43度，連巴黎鐵塔都因為高温而逼住要暫時關閉啊！更加令人心痛嘅係，法國總理今日通報，自從6月18號以嚟，法國已經有40個人喺游水降温嘅過程入邊不幸溺水身亡，當中仲有好多係後生仔啊！因為天氣實在太熱，好多人走到河流、運河同湖泊入邊消暑游水啊！但係有啲水域根本唔適合落水，結果搞到意外頻生。法國政府緊急呼籲民眾千祈唔好去危險嘅區域游水啊！除咗浸水事故之外，高温仲帶嚟咗更加多嘅悲劇。法國東南部有2個分別只有得2歲同4歲嘅小朋友，被發現留咗喺停泊嘅私家車入邊失去知覺，最後搶救無效身亡。法國氣象部門表示話，呢一個係法國自1947年有記錄以嚟最炎熱嘅時期之一。而家已經有超過50個行政區發出咗最高級別嘅高温警報啊！其實遭殃嘅又點止法國啊？意大利有15座城市進入咗高温嘅緊急狀態，英國氣温逼近37度，
多間學校提前放學。西班牙部分地區預計氣温將會達到44度，當地亦都因為山火嘅風險，取消咗傳統嘅慶祝活動。咁專家話，今次熱浪同一個被稱為熱穹頂嘅天氣現象有關。高溫被困喺上空，冇辦法散出去。咁面對酷暑啦，歐洲各國嘅風扇同冷氣機都被搶購一空。有人凌晨排隊買風扇，有人住入啲避暑中心，亦都有唔少遊客放棄去南歐嘅海灘，改去瑞典等北歐國家去避暑旅遊啊！以上就係今期嘅節目全部內容，多謝你哋收睇今期粵語快報。請大家點讚訂閱，唔好錯過熱點。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